幾位牧羊人正在夜間看守羊群。今晚真係好寧靜啊！願主保守我哋嘅羊群平安。你係邊個啊？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氣的信息，是關乎我們的。今天在大衛的城裏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們已看見一個嬰孩，包着袍，坐在馬槽裏，那就是基督。道是高之處，榮耀歸於神，在地上平安歸於他喜悅的人。真係太神奇啦！你快啲走啦！我哋必須要去伯利恆。我哋將呢個消息同大家講。不過馬槽喺邊度啊？去找 baby， 去找 baby， 個好消息給你大大件事，這個 baby 若果包住，我上馬槽將你認住。耶穌基督降下了這世上，榮耀盡在至高的神，他子民可靠近。去找 baby， 去找 baby， 個好消息給你大大件事，這個 baby 若果包住，我上馬槽請你認住。耶穌基督降下了這世上，榮耀盡在至高的神，他子民可靠近。去找 baby， 去找 baby， 看看主所宣佈大大件事，見到 baby 實大 happy， 主的拯救經已實現。幾位博士見到呢粒奇特嘅星星，知道有君王誕生，於是跟隨呢粒大星星嘅指引，一路嚟到伯利恆。